啊，合掌。啊，哇，马祖婆，这人事天后妈祖，来，啊，将金尊。看啊，足专业的啊。啊，是讲大哥，那是讲这边的新村啊，拢跟装潢拢用琉璃，拢用玻璃啊。对，当然请教这个庙的主位。哎，对了，家己请教，先啊。系啊，这咱这新村，边嘿，所有的拢用琉璃。对，因为阮这间庙吼，主要是台湾吼，这玻璃业共同吼，用智慧去起的，然后伊是台湾第一、世界唯一的一个玻璃妈祖庙。啊，所以阮这间庙吼，不管是厝顶还是壁还是神明，全部拢玻璃。啊，比如讲咱即马桌顶遮吼，哦，这是哇，这花啦，献花、献果，伊迄跋杯抽的签拢玻璃，我即马甲看，哦，就水了呢，足水的咧吼。好美哦。阮遮的金纸嘛拢玻璃。金纸玻璃啊，金纸玻璃是要安怎画哈？哇，伊都免画，因为你拜拜了，你甲这个玻璃当炸灯去厝里吼，比如讲做文正，啊，甲你招财进宝，伊就是一个运用。电动个环保。咱即马看到迄座，就是台湾上悬上大的山，就是玉山。玉山，嘿，他用1400片玻璃吼，去甲伊搭起来。所以伊按侧面看，这座山拢是立体的，哎，立体。啊，你是讲，啊，你一丝一条拢，迄就是一地。对，敢若电视牛啊嘛，啊，你刷，啊，结果是你当作是马赛克呀。嘿啊，我想讲啊，迄特别技术，因为伊是甲外口的光线结合，伊会投射在玻璃管垫。早中晚伊拢无共款的光线。哇，足水跳我足水的，这跳偌久，这安尼爱做偌久？对啊，工期一共用了6年、6年啦。你当初是哪会想讲用玻璃起这间宫庙啊？是你有接到啥？因缘机会，我是咱鹿港吼，鹿港有一个妈祖庙是天后宫，啊，天后宫，我才去过30年前是那边的主任委员。啊，是啊。哎呦，伫我离开吼妈祖经的时，吼妈祖伫梦中有讲未来有机会，你爱伫咱的中滨港区要盖一个庙，啊，直到2006年，阮所有玻璃业者讲，啊，无咱来做一个不可能的任务。20年后，迄个姻缘才到，对哦，迄个缘分才到。重点吼，伊运用的是讲一个台湾玻璃业的一个技术的展现吼，以环保的观念去甲伊做评定的时吼，第一个，这间庙伊不燃放鞭炮；第二个，这间庙伊无咧烧金纸，哈；第三个就是讲伊干那一个香炉，哈，啊，若要拜拜是一丛香，啊，一般我拢是鼓吹大家双手哈合掌，对，这间庙暗时哈。伊的 LED 的灯，它会点亮。伊上伟大，佫唔是讲干那 LED 灯，是伊用太阳能。哇，美哦！啊，你现在看完全无共款呢。啊，无注意，啊，你即马手提镜，啊，遮个有一个医疗。中啦。啊，无啦，你遐水唔免搁照啊，咩呀？劳工来诶。讲话，伊主要是这间庙本身哦，伊上大的特色就是讲，伫落雨天的时候，伊涂骹有雨水爱倒雨，啊，因为咱今好天啊，今日皓月当空哦，好水。哦，镜就是积水啦。嘿，啊，调整伊个角度。好来，1、2，水哦。水果一张，哦，水，还变绿色，还变蓝色，好像7个颜色。彩虹诶，跟彩虹同款啊啦，红橙黄绿蓝靛紫啦，自拍哦，有你留下纪念的哦。来遮，庙口去。来，哦，我摕到迄月娘诶，哎对，哦，真好诶哦，1、2、3哦，这红色的水啦。